2015年5月10号，安定机构重新从完成调整，到基本上使用，用人力呢完成到这样机构，然后是可以有变化的，海外完成的地方，在上一次看海外完成。近距离观看完成。沙王场的西港建安公路3年一次的庙会活动绕境活动。之前一天还要到台南的六尾南妈祖庙请妈祖，然后回来在那国圣纪念。国圣人就是和平进来的郑成功啊，国姓呢？国姓类似姓朱啊，那个朱就是国姓，明朝的国姓，姓是姓北边左边有一座庙会在那边有很多表演活动。